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熊貓。我今日又同大家玩多一隻新 game，呢隻 game 叫做彈彈堂 S。我哋介紹下呢隻 game 啦。呢隻 game 係有咁嘅，打開背包之後會睇到呢啲嘢，呢啲物品嚟，呢啲就係呢就佢背包嗰啲嘢啦，有屬性啦，有可以修煉啦，可以有寶珠啦，可以有寵物啦。我哋有時裝同埋道具嘅，暫時我而家係 VIP 嚟嘅。呢個就彈彈學院就去經典對戰啦，呢度用啲可以打副本，呢度可以，跟住呢度可以參加人哋嘅副本。呢啲帳簿可以加強你嘅工具。遊戲體驗就主要嘅，因為呢個地方可以同人對戰或者多人對戰。我試一鋪俾大家睇啦。